times can you hear the same lie before you start to believe it? The enemy keeps whispering to me, swear these days it's all that I'm hearing. I used to know who I was, now I look in the mirror and I'm not so sure. Lord, I don't want to listen to the lies anymore. The truth is I am my Father's child. I make him proud and I make him smile. I was made in the image of a perfect king. He looks at me and wouldn't change a thing. The truth is I am truly loved by a God who's good when I'm not good enough. I don't belong to the lies, I belong to you. And that's the truth. When I feel like there's so much noise living rent-free in my head, heaven finds me in a still small voice and it sounds like grace instead. You remind me who I am when I look in the mirror and I'm not so sure. Lord, I don't want to listen to the lies anymore. The truth is I am my Father's child. I make him proud and I make him smile. I was made in the image of a perfect king. He looks at me and wouldn't change a thing. The truth is I am truly loved by a God who's good when I'm not good enough. I don't belong to the lies, I belong to you. And that's the truth. I know who I am, 'cause I know who you are. And I hold your truth inside of my heart. I know the lies are always gonna try and find me, but I've never been so sure. 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接续要来读提多书第1章第10到第16节。因为也有许多人不受约束，说空话欺哄人，尤其是那些奉割礼的人。这些人的口必须堵住，因为他们贪不义之财，将不该教导的事教导人，败坏人的全家。克里特人中有一个本地的先知说，克里特人常说谎话，是恶兽，贪吃懒做。这个见证是真的。为这个缘故，你要严厉地责备他们，使他们在信仰上健全，不要听犹太人无稽的传说和背弃真理之人的命令。在洁净的人，凡物都洁净；在污秽不信的人，什么都不洁净，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。他们宣称认识上帝，却在行为上否认他。他们是可憎恶的，是悖逆的，不配做任何的好事。昨天我们看到的是第1到第9节，是有关于保罗写给提多的信，当中提醒提多要在当地选立一位长老来协助并监督管理教会，还提到一位长老该要有的资格、身份及他的行为。今天我们接续来看第10到第16节，此段的重点是要跟提多提到假教师的这一件事情。保罗虽然离开了克里特岛，但他仍然心挂念着提多的他的状态，还有克里特岛当地的险恶及教会会遇到的问题，就是假教师的事。1章12节里面说，克里特人中有一个本地的先知说，克里特人常说谎话，是恶兽，贪吃懒做。所以保罗特别的提醒提多要注意假教师这一件事。假教师对我们在日常教会中，我们常常会听到这个词。小时候我就听过了，
在主日学就听过假教师这个名词，可是小时候相对的单纯，听到假教师就只知道他是假的，如此而已。长大之后才知道，假教师不只是假的而已，它是会影响我们，甚至于是危害我们所做努力的一个人物，或是一群的人物。那什么是假教师呢？其实简单一点的来说，就是自定义原则胜过福音的准则。自定义原则胜过福音的准则。保罗提到当时的假教师有3种人来组成，就是当地的克里特人、犹太人、奉割礼的人所组成的。这群假教师教导错误的道理，引人误入歧途，胡说八道，甚至于是有人是不良的企图假冒为基督徒，他实为是要赚取钱财，实在是令保罗忧心不已。假教师不仅在克里特教会猖狂，现今的教会或者是社会里仍然是如此，更甚至于是超越现今。我们看看现在社会上的诈骗，假冒为法官、警察、律师、检察官，骗的人沸沸扬扬的。教会界也有许多的异端，就像东方闪电。欲望从古至今一直人是无法免疫的事。有一天，丘吉尔坐上了一台计程车，他下车的时候，他跟司机说：“请你等我，我等一下就回来了。”司机回答丘吉尔说：“不哦，我没有办法等你，我要去听一个很重要的演讲。这个演讲呢，就是丘吉尔先生。”丘吉尔当堂听到，好高兴，就给了一笔小费给司机，并且说：“司机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”当司机拿到这笔小费的时候，他好高兴，马上他就跟丘吉尔说：“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等你，演讲算什么？”当我们遇到假教师的时候，对我们引诱的时候，我们的态度会是什么？会维持初衷吗？还是随波逐流呢？又当我们遇到了不公义、不符合圣经教导时，我们又是如何回应呢？我们愿意说实话、说真话吗？我们现在都知道，医生在动手术之前要先消毒洗手，以免把细菌带到病人的伤口上，造成感染死亡。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吧？但是在150年前并不是这么认为哦。医学界是没有这样观念的。那时候孕妇在医院生产的时候死亡率非常高，有些医院甚至于是高达 10%， 也就是说有10个妇女到医院生产，就有一个没有办法走出医院。就好像台湾早期的社会说生会过给就胖生不过两对帮，所有的医生都搞不清楚为什么会是这样。有母亲们的救星之称的塞麦尔维斯，当时这位妇产科的医生，他就透过科学的方法实验观察归纳后发现，只要在动手术前洗手，就能够大幅降低产妇的死亡率。这个发现让他非常的兴奋，他开始大力的推广开刀前洗手的观念。塞麦尔维斯原本以为事情进展得很顺利，因为洗手这个行为除了可以救人又很简单，其他的医生应该会欣然接受，但没想到他却遭遇到极大的阻碍，被整个医学界排挤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动不动就说那些不洗手的医生是杀人凶手，在医院也经常监视别人，看他们手术前有没有洗手，如果没有，他就会冲过去大骂对方一顿。如果你是那些医生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好好救人的医生为什么要被你说成杀人凶手？塞麦尔维斯最后怎么了？他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，病死在精神病院里，一直到他死后的50年，他的贡献才获得了承认。说真话，正确的话，对事不对人，如果方法用错了，
有人愿意听吗？保罗真的不容易，都一直在对人讲实话，讲真话。其实讲最多实话真话的人就是耶稣。他们都是讲实话讲真话，不被当局有权柄的人所接受的，甚至于是为此而殉道。说真话是骨气，被讨厌是勇气。我们需要更多的智慧，更多的读经，来获取从神来的智慧，好让我们能够用爱心说诚实话。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父神，我们的主，我们需要你。在这个纷乱的世上，在这个充满没有互信的社会，实在不容易自处。我们需要有你的智慧，我们也愿意，也要不断的每天读经祷告，跟神建立那美好的关系，从你那里获取更多的智慧，来成为那荣神益人的你的孩子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The truth is I am my Father's child. I'll make him proud and I'll make him smile. I was made